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笔下创作出的圣母子与施洗者约翰，现在不用飞到英国看，真迹就在台湾。那拉斐尔呢，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西洋艺术史上的画家。那所以我们这次非常难得，可以英国国家艺廊愿意就是展出拉斐尔的作品，让我们在这边让大家分享。英国国家艺廊珍藏展整理13至20世纪的西洋艺术脉络。包括林布兰的63岁自画像、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汤马斯·劳伦斯爵士的红衣男孩，还有梵谷的长草地与蝴蝶，以及高更窗前的果盆和啤酒杯等52件旷世巨作。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三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四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今年适逢英国国家艺廊200周年，奇美博物馆成为台湾唯一合作馆所。馆方期待透过这次展出，能增加南台湾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选择在馆庆的时候，把重要的馆藏出展到台南奇美博物馆，这真的是不仅是奇美博物馆感到非常高兴，整个台南市都感到非常高兴。But if for 2 centuries already, the National Gallery has been sharing its painting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This wa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allery's paintings with an Asian public, with the public here in Taiwan. 亚洲巡回展最后一站来到台湾，里面每幅作品都以透明玻璃防护，也安排警力不定时巡视，确保展品在4个月后能顺利回到英国。记者申怀台南报道。